有邊個諗到許家印兩夫妻竟然能夠贏多家法院同埋銀行為自嘅騰騰戰整整1年？有人講恒大欠下嘅債能夠建5艘航空母艦，而許家印嘅前妻海外資產能夠買下一支艦隊。呢位中國前首富嘅夫人丁玉梅喺海外財富嘅版圖呢，遠遠比你想象中更加龐大。2025年11月26日，香港高等法院作出一項關鍵嘅裁決，採納恒大清盤人嘅主張，擴大對許家印前妻丁玉梅嘅資產禁制令嘅範圍，將佢喺加拿大嘅直布羅陀同埋澤西島同新加坡2.2億嘅美元嘅資產呢一並納入凍結。呢筆錢係咩概念呢？佢足以覆蓋3萬個中國家庭1年嘅收入，或者可以買下上海黃浦江邊嘅一整棟嘅豪宅樓。而更加令人驚訝嘅係，呢個冇單止係丁玉梅海外嘅資產嘅冰山一角，呢位老太太藏錢嘅本事呢係真係了得。加拿大皇家銀行呢邊躺着1個億加元，換成人民幣差唔多5個億嘅小目標。新加坡銀行賬戶裏邊有7100萬美元，瑞士銀行直布羅陀分行呢亦都冇跟落後，存着5760萬嘅美元。更加可笑嘅係，連澤西島咁細嘅地方都有佢嘅錢。雖然只有67.5萬嘅英鎊，但係蚊子腳都係肉啊！聽講丁玉梅最誇張嘅操作就係喺倫敦買房。舊年6月呢，外國媒體報出佢喺倫敦一個叫乜嘢嘢 TNC 嘅豪宅項目，一口氣呢就買33套房，花咗4980萬嘅英鎊。佢買房嘅時間係2022年嘅9月份，正好係國內催着許家印還債1年後。呢個時間點你講巧唔巧合？丁玉梅好聰明嘅，通過5家離岸公司買呢啲房，自己帶着2個仔同埋1個孫，住喺其中一套540萬英鎊嘅房裏邊。咁樣一來呢，追債嘅人呢想揾呢啲房產嘅麻煩呢，就要繞過層層公司嘅架構。聽講最讓人浮想聯翩嘅係，就係佢同許家印離婚呢件事。2023年8月份，恒大突然公告就講丁玉梅冇再係許家印嘅配偶啦。咁具體係咩時候離婚嘅呢？佢冇講明白。然後大家都發現喺恒大貸款違約9個月之後，丁玉梅喺倫敦呢就買各種買。呢個時間線點發都好似提前安排好㗎，怪冇得網友就講呢個係技術性嘅離婚。離婚咪就分家產咯，嗰啲錢咪就合法變成個人㗎咯。面對丁玉梅緊緊收埋啲錢恒大嘅討債團隊呢都係好頭痛嘅。律師講丁玉梅整體冇合作，簡單來講就係冇配合。今日變卦就講冇賣香港嘅房啦，聽日又冇肯講清楚新加坡政府裏邊嘅錢去咗邊度，後日呢又阻止查加拿大嘅政府，但係跨國追錢真係太難啦。每一個國家嘅銀行都單單係有香港法院嘅命令冇得㗎，要俾我哋本地嘅法院點頭先得㗎。那麼香港法官亦都好頭痕，如果講冇俾恒大去嗰啲地方申請配合，那麼凍結令就係一張廢紙啊！究竟恒大欠咗幾多錢啊？講出來嚇死你啊！2.39萬億。公司而家資不抵債，欠嘅錢比前部嘅身家仲要多出6000億。最新嘅數據更加嚇人，恒大地產欠嘅到期債務大約係3592億，欠嘅商票呢就約1910億，仲有2631個官司喺度打，涉及嘅金額呢係6489億。舊年1月份，香港法院下令恒大清盤，但係清盤嘅團隊忙到依家先至收回來20個億港元。其中恒大自己嘅資產呢，只係貢獻咗8170萬港元，要還清呢個2.4萬億，要還到後年萬月啊！所以法官喺今年嘅11月26日嘅審理中作出裁決，允許恒大清盤人喺4個地方對丁玉梅嘅資產提起法律嘅程序。呢個判決嘅重要性係打